轉來看咱國內，主計總處發布2025年家庭收支調查，所得上介濟前20%，甲上介少後尾20%的家庭是差6.17倍，是這14檔來上介濟。學者就分析講，這科技業本地薪水就懸，因閣有錢通好甲摕去投資，這講差距就愈來愈大。另外，若是甲這上低工資有關，不過這對中間坎的族群幫助是真有限，就愛靠這社會福利，才有法度縮小差距。要在台北市買房，也是假使沒有長輩的資源的話，很難。所以我女兒就說，他們同事最好的是住在新北市。住佇台北市大同區的蔡女士講，伊查某囝即馬佇咧飼囝，抑閣買厝的貸款壓力，時段若是無鬥3工，真正較辛苦。主計總處14也公布2025年家庭收支調查，抑閣所得差距狀況。若是甲每一戶家庭會當支配所得，按照原價分5組。2025年所得上懸的20%的家庭，每一戶會當分配是244,900塊，上價20%家庭每一戶只個拿39,700,000，差6.17倍，創14年新高，貧富差距愈來愈大。都 AI 浪潮，然後它整個帶動半導體的產業發展，所以其實高所得族那邊真的是有比較大的增幅哈。學者講，非薪資所得，也就是投資賺的財富，是扭大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不過，2025年 GDP 成長率比去年增加，失業率也降落。那敢若是看家庭分組上低甲上懸的可支配所得差異，恐然無法度反映全面的所得差異。反倒是倒數第二個這個等份的或者第3等份的人，他的薪資雖然不高，可是卻比最低工資來得高。所以當我調高最低工資的時候，他們的薪資可能沒有改變，也就是沒有如大家所講的，就是我調高最低工資，除了最低的這個底層的這個員工的薪資會增加之外呢，也會帶來水漲船高的效果，會把上面的人的薪資也往上擠。這個效果好像沒有。這幾年政府攏有調懸上計薪資，學者講家庭可分配所得上計族群，定定就是調薪收到好處的群體。因過其他相對懸所得的族群，可能就無被注重，甚至因為調懸上計薪資帶動的物價起價壓力更加大。學者建議針對需要的群體增加社會福利，抑個提懸租稅，增加國家的財源，是未來會當繼續努力縮小貧富差距的方向。記者綜合報道。